Hello，大家晚上好啊！我 Hunter 開始今日嘅復盤啦。今日嘅復盤主要有以下幾個內容嘅，即係講操作方面嘅。趁反彈，我係做咗好多簡化嘅動作嘅。因為不忘初心嘛，我嘅理念大家仲記唔記得啊？我理念係學會做減法嘛，學會做減法，咁即係去弱留強。點解要依家係我強調係要去弱留強呢？就因為經過大跌之後再反彈，其實你可以睇清好多嘢嘅，係咪先？因為你強嗰啲佢反彈佢跌佢唔驚跌嘅，跌咗之後佢反彈又好果斷嘅。咁其實你係真係弱嗰啲，即係跌咗之後佢反彈唔起身嘅，嗰啲就係假嘅，即係冇料到嘅，係濫竽充數嘅，嗰啲係要斬咗佢嘅。所以講趁呢次反彈，我係做簡化動作嘅，做簡化動作，大家都記得咯。我啲理念，因為係學好簡單嘅，其實但係我覺得係好重要嘅。因為你冇可以即係揸住一紮嘢嘛，係咪先？積累啲小問題嘛，溫水煮青蛙嘛，係咪先？呢種係好複雜嘅，即係好似即係我不嬲都係強調大家簡單啲嘅，最好嘅方法就係簡單嘅。係所以講我今日係做咗好多減法動作。仲有之前係我做反向 ETF 嘛，反向槓桿 ETF 對沖嘛，咁依家係講唔係講呢個係多此一舉嘛，咁今日又要放咗，點解又要放咗佢呢？就因為當時你唔確定嘛，咁後點解散戶會輸錢咁容易輸錢？就因為過於自信咯，即係覺得自己會預測未來當自己係耶穌咁，係咪先？未來嘅嘢都知道。你出現咗結果之後，你再睇話再講嗰啲唔有用嘅。咁依家你可以放咗佢嘛？放咗佢，其實都係一樣嘅，只不過你反彈嗰一段你唔食唔到啊嘛。咁其實後面好多機會啊嘛，好多機會唔使講糾結呢種嘢嘛，係咪先？係咁再有一個內容就係講儲方德個 Apps 個積分可以兌換個 AI 學習機嘛。咁之前講個 AI 學習機好，大家可以預約嚟試用嘛。咁其實積分都可以兌換嘅，到時大家先積的積分先咯。咁到時點兌換，到時我會再通知大家嘅。咁你積分呢，每日都可以打卡積分嘅方德嘅 Apps， 因為你都要睇股票嘛，你睇股票順便點下簽到，咁積下積分，咁到時可以兌換嘛。點積分呢？點打卡呢？就係喺方德 Apps 左上角有個吉祥物，點佢有個任務中心，任務中心入邊有個每日任務，你簽到或者係改昵稱咩觀看呢個學堂課視頻都可以積分嘅。咁到時儲積分多咗，咁你咪可以兌換學習機咯，係咪先？呢個係一個比較好嘅方法，大家都可以即係留意下咯。百忙當中抽啲時間簽到下咯。講下行情咯，行情今日其實係反彈嘅。韓股嗰邊都係反彈嘅，三星8% 都係反彈好勁嘅。呢個係正股嘅，如果兩倍做多嘅話，升得更多啊。咁閃迪、美光、麥威爾都係升嘅，麥威爾升咗9%，美光都升咗9%。咁盤後盤前美股都係升嘅，總嘅嚟講係一個比較好嘅趨勢咯。但係大家都唔要忘記聽晚有比較重要嘅數據，美國 CPI 嘅。如果 CPI 係不及預期嘅話，咁可能會嗰個嘛，即係 CPI 高，即係不及預期，即係唔可以高就係通貨膨脹嘛，係咪先？咁個維持高利率嘛，咁就會降息嘅預期會降溫嘛，咁對市場流動性唔係咁好咯。係，仲有嗰個跟住落嚟6月11周四星期四禮拜四個夜晚都有 PPI 嘅。
呢個事件要記得啊，留意下。咁今日你睇盤面呢，其實都可以留意我頭先講嘅呢幾個股票嘅，因為依家嘅重點係睇美光啊呢種儲存芯片啊、半導體啊，係唔係真正反彈，定係講盤前請下，或者係一日遊一日反彈，一日就到頂啦？呢種係唔係？你要睇，因為盤前強唔係真係強嘅，盤前有時我做個假象嘛。咁你開盤，今晚美股開盤之後，你睇美光係咪延續強呢？延續強勢有冇承接呢？有冇人去承接？因為尋晚升咗，咁今日肯定獲利盤有嘛？有獲利盤佢今晚會拋售嘛？美國9點，即係夜晚9點半，美國樓起身啊嘛，去工作嘛，工作咁到時真正開波嘛，真正開波再睇下咯，即係睇佢美光強唔強，睇龍頭強唔強，再睇佢有冇帶動性啊，閃迪啊，西部數據，希捷科技跟唔跟？如果係跟嘅話，證明資金係延續嘅啊，呢個儲存芯片產業鏈係收復嘅。如果唔跟嘅話，就係盤前請盤，即係尋晚盤中同埋收市之後盤前都係屬於一種即係請下反彈咯，唔係講持續性咯。係啊，呢個係要留意嘅。再有你可以繼續睇下SOXXSMH 呢兩個係半導體 ETF 啊，唔會有槓桿嘅唔會有槓桿 ETF， 我做嗰個係有槓桿嘅，但係都係一樣同步嘅吓。你睇個美光今日如果強嘅話，可唔可以帶動半導體 ETF 跟埋強？如果係跟埋嘅話，佢個強勢係真正嘅強勢。如果唔跟嘅話，咁反彈就係打折扣嘅，要睇打折扣嘅。再有睇 MU 強嘅同時，麥威爾、高通、Intel 可唔可以擴散？因為呢個係光嘛，光通訊嘛，光通訊同儲存嘛，儲存係咪有聯動性嘛？有聯動性嘅話，佢就可以更好啲嘅。高通可唔可以帶動嗰個半導體嗰個敦測嗰邊，係咪先 ？ARM 呢個股票都係比較重要嘅，都可以睇下有冇聯動性。如果大家都升，大家好，持續性就好，就咁簡單。係啊，你觀察好，只不過要留意下咯。仲有睇納指咯，納指今日都係比較重要嘅，因為26,000點同埋標普500 7,500點都係比較關鍵嘅你又可以咁睇嘅，你又可以睇佢升美元指數、原油指數同埋10年國債恐慌指數係點嘅。美元指數係插水，尋晚油就插水，10年國債又插水，係對股市好嘅，佢對插水係好嘅。係睇你今晚佢會唔會變化嘛？道指打橫行係比較好嘅，道指打橫行，咁納指上升呢個係持續性比較好啲，呢種就股票賺錢效應比較強咯，係啊。但係你唔好要講係美股科技股升嘅話，咁到時掉個頭，呢種又升得好犀利，呢種美元指數又升得好犀利，原油又升得好犀利，咁其實嗰時嘅話有可能係科技股到頂啦，嗰時你要適當性嘅做啲倉位嘅騰挪咯。係呢幾個指數你要輪動嚟睇咯，因為係睇龍頭股嘛，再睇板塊嘛，好簡單嘅道理嘛，佢個帶動性咯，強唔強咯，再證明成個行情強唔強咯，係今晚係比較重要嘅，要睇龍頭股，睇佢表現，睇佢擴散性、帶動性，再睇嗰啲美元指數。10年國債嗰啲咯，係啊，好啦，今日講到呢度咯，有咩嘢再私底下傾啦，拜拜。